了这个死亡的名单，还有一个是辅仁大学音乐系4年的女学生。本地5月20要来举办个人的毕业公演，这届趁年假要去花莲找朋友，嘛来发生着不幸。辅仁大学讲会颁发着毕业证书给伊，来完成伊的心愿。如果我是一只鸟，要往何处去飞翔？好听的歌声，所唱的歌词，就亲像咧讲，詹允爱已经飞去另外一个世界。即摆代替的车号嘛，带走附带音乐系4年的查某学生詹允爱。伊的功课真好，本来就要准备毕业公演，即摆连假去花莲找朋友，煞不幸发生意外。他已经为了5月份的公演买好了礼服，也准备好了海报。非常高兴地准备迎接他下一个人生。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由学务处也进行同学的心理辅导，因为同学非常难过，哭成一团。无法度往人生的后一步行，好好嘛决定替伊完成任务。第一个时间得到消息，我就想到能够给他一份毕业证书。我当天向校长呈报，那么校长也一口答应，所以这个证书是当天下午就做出来了。毕业证书顶写伊的名，伊前介意音乐，高中就读成德高中音乐班，个性真活泼，嘛做毕业影片的导演。即摆因为一场意外，互伊的好前途总爱动起来。亲戚朋友拢相信，虽然人已经无伫咧，不过伊的歌声同款会继续留伫咧大家心肝内。